家寓居都是桃園中的溫馨港灣，讓生活慢下來，開啟理想棲息地篇章。樓盤位置優越，坐落於九龍深水埗醫局街198號。家寓居坐享成熟社區配套，步行可達多個街市、超市、美食小店，生活氣息滿滿。附近交通四通八達，往返旺角、長沙灣超方便，日常通勤無壓力。周邊更有40教網資源，中學校網屬深水埗區，教育資源豐富。盤源特點：高層 A 室，實用面積305呎，實用率高。雖為單間格局，但空間佈局合理，採光充足，高層視野開闊，遠離喧囂，真正實現往中帶靜。精緻裝修風格簡約內涵，拎包即可入住。屋苑設有園林景觀、運動及康樂設施，住得舒適又健康。管理由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負責，安全有保障。查詢歡迎你加我的微信號 tonello6683，WhatsApp +8529106683。